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，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元朗啱啱收樓嘅全新項目朗天峰。我哋嚟到單位，實用面積403尺，屬於兩房嘅間隔。入到嚟單位有冇覺得空間感好豐富、好闊落呢？呢度係極高層嘅關係，樓底足足有3.7米啊！比起平時我哋睇嘅其他分層3.5米，仲要再多多0.2米。咁入到嚟單位啦，喺側面呢個位置成一個曲尺形，係開放式廚房嘅位置，上下都係有大量嘅收納層櫃。再到露台呢度望下，景觀呢邊咧主要向翻西南。咁望到好寬闊嘅元朗市景。我哋再嚟到房間嘅部分望下，首先旁邊呢度會有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而對面呢度咧就係客房嘅部分啦，擁有超寬闊嘅採光窗。主人房同樣廳房同向，擁有超寬闊嘅落地採光窗，令到空間感更加十足啊！亦都可以利用特高樓底嘅優勢喺度做閣樓或者地台都非常之唔錯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歡迎揾我利嘉閣 Cindy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